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第17引用三者挚爱故事，向校友期郭文迪提出合作邀请。校友期表示，进前拜访3届拢无见到面，会搁再亲身拜访。也若郭文迪是去到花莲成立后援会，也安排部落参访，袂输是要抢哪样的选票。邀请柯主席跟侯市长可以坐下来一起喝咖啡，打扮赖清德这次代言人。引用三者伫个行动话，爱靠大家团结，才法度打败大野狼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17出席主流民意大联盟的参会，正式向国民党加民众党阵营提出合作邀请。我都想要邀请你跟侯市长一起喝咖啡，一起合作。悄悄无回答，郭文铁进攻东台湾，成立花莲县选特基友会，也要参访部落，被看作是乌一个国民党的铁票村关民部落，意味真高，也甲炮锤对向中央。你看看现在的政府啊，对的不做，不对的一直做，那很懒惰。一个发动坏需要花40年嘛，那你干脆说等到反攻大陆以后。对着郭台铭的邀请，校友艺术回应，对5月17接受国民党定调了后，把3摆拜访郭台铭拢无到一条门路。我接受国民党征召成为总统参选以后，我亲自3次登门拜访，不得其门而入。今郭董也喝咖啡，我更应该展现更大的诚意。再次登门拜访，我们要怎么样团结合作？我没有预设立场，我觉得过去的就让它过去。如果理念相同，我们就可以谈合作；理念不同，那我们就会想办法找出更有智慧的办法。郭台铭强调，对着结论无预设立场，校友期是南下屏东来拜票，由屏东县议长周典伦的查某囝现任屏东市长周家琪陪同出席。不过周典伦被看作是支持郭台铭地方的大咖，虽然无强调，不过周家琪讲，因的目标拢是甲民进党救来，虽然做法无同，也不过彼此尊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